扎西雍措来自美丽的甘孜州色达县，是一名90后藏族服装设计师。他从小就对本民族服饰十分喜爱。2018年，雍措受邀参加米兰春夏时装周，将藏族服装带上了国际舞台。传统的藏装与时尚相结合，从色彩、风格、剪裁、面料上加以创新，最终获得了一致好评。我来自甘孜州色达县，我叫扎西雍措，是藏装品牌班扎勒嘎创始人。班扎勒嘎是以前印度贵族们爱穿的一个面料的名字。个人觉得，能代表藏族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藏装。然后我跟他的渊源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出自于我自己的喜爱。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藏装，包括这个色彩我都特别喜欢。虽然我很喜欢藏服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是一个学金融专业的，然后呢，机遇巧合让我走上了这个服装道路。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我父亲呢，他就是想要我学这个金融专业，因为他可能觉得女孩子稍微稳定一点，就上个班就行了。但是我个人的话呢，因为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藏服，然后呢，自己有梦想就想去追，就是去实现它，所以呢，我就还是坚持了我自己的这个梦想。现在我其实特别庆幸，就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现在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灵魂，因为它承载着就是民族对我的期望。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话都会觉得这个咱们传统的藏装呢，就是比较重，然后就是觉得这种衣服生活当中我们穿不上我们只能在什么重大场合才能穿。但是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我们在做新式藏装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不要丢掉这种传统的文化。其实每一个设计师他当在做自己的一个季度的新品的时候，其实灵感很重要。那么我个人的话呢，就是在我要做这个新品之前，我都会到处走一走，我就去找一些灵感。设计师他最怕的就是找不到灵感了，但是呢，我就会去很多地方。有可能我的这个灵感来源于一朵花，有可能这个灵感来源于我们的一栋藏房，这个就是根据每一个季度的一个新品来定制。每一次的新作品风格都会不同，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复古元素的风格。从自己做品牌到现在，其实自己一直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这个传承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藏装的这种独特魅力。我的设计理念来源于我的信仰与藏文化的积淀，对做工的严格要求以及挑剔的选材，都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品牌可以走向国际，让世界认识我们，认识藏民族的服饰文化。我不在乎路程的遥远，也不在乎否定的声音。扎西雍措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让大家穿上藏族服装，亲身感受藏民族悠久的服饰文化。他相信，藏民族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能走向世界的设计师服装品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相信藏式风格的服装一定会受到更多人的喜爱。